市立在地图书馆头一摆甲宝华宫保存文化柜来合作设这个行动的册柜，图书馆将会伫遮提供借册服务，希望讲信众甲保存在地同款爱看册。台南仁德区图书馆当来推动行动册派的活动，透过设行动册图啊，互大家当来借册，而且嘛和区内宝华宫合作完成第一个伫庙内的据点。嘛欢迎民众会当踊跃来到咱的宝华宫来读册，来接近到咱宗教文化。宝华宫今年拄好举办保生文化节活动，图书馆嘛替宝华宫做一张团体的借书证，毋但真趣味，嘛上定这个计划有一个好的开始。我嘛爱感谢到咱的宝华宫是办理到咱这团体借书证的部分是咱仁德区的头一张。民众若有兴趣，嘛会当来到保安宫借册，毋但会当拜拜，嘛会当丰富家己的知识。生生不息，宏观视野，我是申宏。想要看体育新闻，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赶快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